買車記2年前我哋買咗第一台車，就係呢一台廣汽嘅影速3啦。呢一台係一台汽油車，並非近年國內好流行嘅電動車。買之前，我太太係做咗功課。首先呢，我太太喺 YouTube 啊、抖音啊等等嘅平台呢，睇咗好多有關電動汽車嘅影片，又睇咗一啲比較燃油車同埋電動車嘅片，增進自己喺呢方面嘅認識。了解咗電動車、汽油車同油電混能車各自嘅優點、缺點，以及對用車目的嘅適合性。我曾經做咗一集影片介紹有關嘅內容嘅。當時我太太考慮到要揸車去各地旅遊，咁汽油車因為加油係比較方便同快捷，係適合長途旅遊嘅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就買咗呢台汽油車啦。而呢2年，我哋亦都駕駛呢台車遊歷廣東省多個景點，亦都曾經開去廣西省2次，最長途嘅一次係開咗3000公里嘅。點解我太太要買第2台車呢？呢個要從我太太買車位講起嘅。我太太收樓嘅時候呢，係疫情期間，當時係聘請 V 家公司代收樓嘅。收樓之後，屋苑就開賣車位。當時喺網頁上列出嘅車位有普通車位，亦都有配備充電樁嘅車位。嗰陣時電動車已經開始火熱，我太太就打算開電動車，於是就用6萬蚊買咗一個有充電樁嘅車位，就係呢個車位啦。呢個充電樁放咗喺呢度，幾乎係冇用過。除咗有一次香港朋友開一台 Tesla 上嚟中山探我哋，先至泊入呢個位充過一次電。所以我老婆心心念念中對電動車係有興趣嘅。另一方面，我哋好多鄰居都係買電動車、開電動車嘅。呢度係我哋屋苑嘅停車場，藍色車牌係汽油車，綠色車牌係電動車。佢哋喺能源上嘅花費的確相對好少，通常係我嘅汽油錢嘅幾分之一，喺呢方面係有吸引力嘅。好啦，汽油車開咗2年，我太太就想揾一啲變化，揾一啲新鮮感，於是就諗到買一台電動車。我哋就諗到一個道理，去合理化我哋呢個行動，就係我哋需要一台短途使用嘅電動車。我太太開始留意馬路上嗰啲小型嘅電動車，俾呢啲4方盒型嘅車仔吸引，例如靈寶嘅 Box、50牌嘅宏光。最後我太太覺得吉利嘅呢款熊貓騎士顏值係最高，於是都唔作他選啦，直接選定呢款車。上個月老婆叫我陪佢去睇車，我就陪佢去到吉利喺中山嘅 4S 店。我以為都係只係初步睇睇，或者仲會再睇其他品牌嘅，就未打算買嘅。我當時連銀行卡都冇帶，點知原來我太太心中早有定案，就係呢一台吉利嘅熊貓騎士。嚟到試完車就立即落訂金購買啦。車價係46,000蚊，包含第1年嘅保險費3,800蚊嘅。另外我哋亦都買咗個5年嘅保養同埋保維修嘅計劃，係3,000蚊。1個星期後我哋就嚟提車，然後將佢開返屋企。喺度順便講講國內嘅新車車牌嘅安排同香港係唔同嘅。香港嘅新車車牌裝好先至可以落地行駛嘅。內地嘅新車落地嘅時候只係獲發一個紙車牌，係一個臨時嘅牌號。真正嘅車牌號係要經過交通管理所一輪審核，先至去製作正式嘅車牌。我呢一台車落地行駛咗1個月，仍然只係喺玻璃窗上面貼住紙車牌。1個月之後，當真正車牌做好咗，我先至嚟到指定地點安裝正式車牌。簡單介紹下我呢台車啦。充電插座位係喺車頭正前面嘅，有2個插座位嘅，一個快充，一個慢充。左邊呢個快充我未用過，我只係用過右邊呢個慢充插位，因為我個車位嘅充電樁只係提供慢充。我試過從29% 充到100% 滿電，係要3個幾鐘頭嘅。呢個我接受到嘅。
因為我插上之後呢，就返屋企休息，係唔需要特別等待。呢台車有2排座位，可以坐4個人。不過乘客進入後座呢，要先放低前面嘅椅背，出入係有少少麻煩嘅。我老婆索性放低後座椅背，鋪上一層吸水墊，方便佢去買餸嘅時候用嚟擺放餸菜。我而家開緊呢台車，無可否認呢一台車有佢嘅限制嘅，例如車速，佢嘅最高設計時速只係100公里。吉利嘅銷售員提醒我哋開80公里就好啦。第二就係佢嘅續航力，佢充滿電理論上可以行210公里，當然我哋要打個8折啦，即係充滿電就預佢行170公里啦。所以我哋冇幫呢台車安裝 ETC， 就係電子不停車收費卡，因為我哋唔會開呢台車上高速公路嘅。上高速公路開80公里就真係太龜速啦，而且車身太輕，如果不幸遇到交通意外，就會效法元彪、元華打凌空關鬥。不過我開呢台車亦都覺得有佢嘅優點，就係呢台車呢短小精幹，車身長度只有3.1米，闊度係1.5米，喺狹窄嘅街巷上面穿梭行駛，會行得好舒服。轉彎會好暢順，唔使偷位嘅。總統快遞見到總統快遞。700米後，在紅綠燈左轉。喺窄路掉頭，亦都好輕鬆。又例如今日嚟到呢家茶樓嘅停車場，車多而個車場比較狹小，我揾到個位攝入去，好輕易就泊入呢個車位啦。落車睇睇，右邊嘅車其實泊得有啲過界嘅，不過我入位仍然係綽綽有餘。泊好之後，亦都唔會影響其他車嘅出入。如果我嘅車係一般嘅長度，就會對其他車造成困難啦。今晚嚟食飯，將車泊喺路邊，車位長度大概係少於6米嘅，但係我台車仍然係可以泊到。講到最後，其實呢台車最大嘅優點就係佢嬌小玲瓏，十分之可愛。我太太望見佢就好開心，係一件可愛嘅大玩具。而我開呢台車喺村鎮裏面穿梭，都十分舒暢，感覺良好。我亦都好中意呢台車。各位喺大灣區居住嘅網友，如果你唔喜歡自駕長途旅行，你亦都可以考慮開一台呢一種嘅小型電動車，可能比打車更加方便嘅。去飲茶、去買餸，或者從中山開車去珠海，來回都 OK 㗎。而喺國內長途旅行呢，就可以坐高鐵或者坐飛機。多謝各位觀賞，如果你覺得我嘅製作可以，請點讚同訂閱啦。你嘅點讚同訂閱係我最大嘅鼓勵。